社社長5D 班林嘉和。我係本年度名社社長 5C 班黃樂文。我係本年度名社社長 4D 班歐錦華。我係本年度名社社長 4C 班鄭偉丹。我哋今年名社口號係一理通百理明，我哋一腔熱誠。就此速度與激情，冠軍係命中注定。我係本年度導社社長 4B 班鄧浩坤。我係本年度導社社長 4C 班周普柔。我係本年度導社社長 4C 班曾子琳。我係本年度導社社長 4B 班黃曉彤。我哋今年嘅口號係導社精英實力超群，導社玩乜都得分，導社繼續攞冠軍 ，We are YY number one， 導社。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立社社長 5B 班葉佩珊。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立社社長 5A 班陳永彤。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立社社長 5A 班何宇航。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立社社長 5D 班黃裕峰。我哋今年嘅口號係立社精英，個人最勁，節節高升，前程似錦，挑戰自我，超越極限。立社。大家好，我哋係德社社長，我係3D 班梁琪慧。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德社社長 5A 班丁海瑩。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德社社長 5A 班盧朗軒。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嘅德社社長5D 班吳俊賢。我哋今年德社嘅口號係德社個個係精英，運動場上係最勁，琴棋書畫樣樣精。德社真係冇得頂。德社 is the best。德社。本年度當選風紀獎嘅係4D 班張彩嵐同學，而當選副風紀獎嘅分別係3D 班李樂文同學、4A 班梁善提同學以及4D 班陳米倫同學。有請4位上前接受委任狀。